2001年兩岸大事回顧係由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聯合特約播映。歡迎收睇2001年兩岸大事回顧。今年中國一再成為世界嘅焦點，耀眼嘅煙花亦出現得分外頻密。正當西方國家陷於恐怖主義同經濟衰退困擾嘅時候，中國今年可以話係一枝獨秀。唔單止經濟增長樂觀，幾樣中國人多年嚟追求嘅夢想，竟然喺今年裏邊一一成為現實。北京申辦奧運成功啦！北京8年前申辦奧運失敗，今年捲土重來，擊敗多倫多同巴黎，奪得2008年奧運主辦權。數以10萬計市民湧到長安大街慶祝。國家領導人亦都罕有咁登上天安門城樓同群眾祝捷。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在世界上，中國不能立住腳步，外國人不能欺負中國。未來7年，北京預計會投資120億人民幣嚟興建同奧運相關嘅設施，加上城市建設同改善環境，會用過1000億人民幣，相信會刺激經濟同帶嚟唔少商機。10月初，歡呼聲再一次響徹全國。中國足球隊以1-0戰勝阿曼，首次進入世界盃決賽周。太激動了！44年了，我們等了，這次終於出去了，太好了，太偉大了！揚眉吐氣啊，作為中國人。今次已經係中國足球第7次嘗試衝出亞洲。今年終於得償所願。不過，另一種同樣係等待經年嘅事，對中國人影響更加深遠。隨住中國世貿代表團團長石廣生大筆一揮，15年談判終於結束，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入世標誌住貿易壁壘會喺未來5年過渡期裏邊逐步取消，今後中國貨會直接同外國貨競爭。有利有弊，搞得好，我們自己努力，利大於弊；搞得不好，弊大於利，是沒什麼很值得特別高興的。預計入世對製造業產品出口有利，但係以往最封閉嘅行業，好似汽車同銀行業，會首當其衝。而9億農民嘅落後生產方式，亦都會面臨外國低價農產品嘅嚴峻挑戰。喺貧瘠而偏遠嘅西部地區，就難以短期內感受入世嘅好處。為咗縮窄貧富差距，中央開展咗西部大開發計劃。今年多項龐大嘅運輸、水利同電力工程正式動工，當中包括勘察近半個世紀嘅青藏鐵路拉薩段。新起嘅鐵路將會直通西藏首府拉薩，長1000幾公里，當中翻過唐古拉山嘅路段，海拔達到5000幾米。起好之後，係世界上最高同最長嘅高原鐵路。大開發計劃嘅後盾係持續嘅經濟增長。今年嘅國民生產總值預計維持喺7%以上。入世之後，估計仲會有大量外資湧入。其中上海1日千里嘅發展，10月更加成為世界焦點。喺上海舉行嘅亞太經合會議係911事件之後亞太國家首腦第一次聚頭。亦都係美國遇襲之後，總統布殊首次出訪。國領袖着住特別設計嘅唐裝衫開會，布殊就趁機會爭取國際支持美國嘅反恐怖戰爭。
We vowed to strengthen our cooper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like APEC to mitigate the impact on our economies and to prevent and stop future terrorist acts in any form and anywhere in the world. 911事件扭轉全球政治同經濟局面，但係中國所受嘅衝擊相對較細。中國目前是世界上最安全、最穩定的投資的場所。今年1到9月份比去年同期，直接的外國投資增長了20%以上。美國對中國國力急速冒起，一直懷有戒心。總統布殊上任之後，視中國係競爭對手。911事件前，兩國關係曾經風起雲湧。4月，一架美軍 EP-3偵察機喺南中國海上空同中國戰機相撞，中國戰機墜毀，機師王偉失蹤。美國偵察機損壞，被迫降落海南寧水軍用機場，24個美軍被拘禁。中國就要求美國道歉同賠償。美國初時態度強硬，指軍機屬於美國領土，中國人員唔准登機。美國的飛機是美國的財產，是美國的領土。那麼我就要問了，美國的領土怎麼跑到中國的領土上來了？兩國展開宣傳戰，各自製作撞擊過程嘅動畫。而美國更加公開中國機師王偉以往近距離飛近美國戰機嘅片段。國家主席江澤民就親自接見失蹤機師嘅家人。這次美國的飛機走到我們這裡來了，你不講一聲歉意，這是合理的嗎 I regret that a Chinese pilot is missing, and I regret one of their airplanes is lost. 經過多日嘅談判，美國最後交俾中國嘅和解信件，用嘅只係誠摯的遺憾、非常抱歉等等嘅字眼，最終都冇直接道歉。而被拘禁11日嘅美軍最後獲釋，損毀嘅偵察機亦都拆件運返美國。喺事件前後，中美外交角力從冇停過。年初，一本叫做《天安門文件》嘅書喺美國出版，內容據講係輯錄咗中國領導層喺89年6·4事件前後所作決策嘅機密文件。編輯張良嘅身份好神秘，而中國政府就抨擊事件係一項政治陰謀。年中，香港城大副教授李直華人李少文被指喺中國搜集情報、間諜罪名成立，被驅逐出境返美國。非常高興能夠又回到我的國家。至於被指幫李少文喺內地搜集台灣情報嘅旅美學者高瞻，就被判10年監禁。喺美國斡旋之下，高瞻獲准保外就醫。I'm very, very happy to be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喺對台實務問題上，今年繼續有爭執。美國喺4月決定向台灣出售有攻擊力嘅柴油推動潛艇、彼得級驅逐艦同埋 P-3反潛飛機。美國如果是一意孤行的話，那麼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只能夠由美方來承擔。If Taiwan were attacked by China, do we have an obligation to defend the Taiwanese? Yes, we do. And the Chinese must understand that. 不過911事件之後，布殊忙於拉攏世界各國共同抵禦恐怖主義，中美關係暫時舒緩，中國亦都表態支持美國。中國政府一貫反對、一貫譴責和反對一切恐怖主義的暴力活動。日本對美國嘅軍事行動嘅支持更加積極。11月底，日本派出3艘軍艦前往印度洋，為美軍提供非軍事支援，係日本自2次大戰之後第一次出兵海外，引起中國嘅關注。而中日亦進行咗歷時8個月嘅貿易戰。日本喺3月首先限制中國嘅大葱等3樣農產品進口，而中國就報復
向日本汽車同埋冷氣機徵收100%特別關稅。雙方喺年底和解，同意合作打擊非法貿易。中國喺國際外交同經濟上嘅地位，無疑係越嚟越重要。但係今年發生一啲天災人禍，帶出背後嘅問題，就引人深思。下一節再睇。喺咁多塵嘅環境工作，戴翻口罩啦！我咁大隻，使乜驚啊？翻嚟啦！係啊！好彩我有個面罩擋住啫。你着咁少衫啊，跟住凍親啊！我咁大隻，使乜驚？你啊，識話人，識話自己，開工又唔戴口罩喎，有出席肺病就手尾長啦。唔使怕，我做足預防措施，唔怕你啲沙塵。多識自己就等於愛惜家人，小心預防矽肺病。Kisses 曲奇脆心朱古力帶俾你對新口味。80萬平方尺嘅塞納河畔式主題公園，浪漫悠閒；60萬平方尺嘅5星級豪華會所，繽紛生活應有盡有。順德碧桂園全新推出嘅珠江河畔豪宅碧海名軒，現正公開發售，同期推出我有我生活買樓易計劃，歡迎查詢。碧海名軒。度假生活新天地，碧桂園給你一個5星級的家。廢紙藍色，鋁罐就梗係黃色啦。膠樽啡色。理得你咩色啊？想攞分，廢物以後就要分開處理，方便循環再造。藍廢紙、黃鋁罐、啡膠樽，你有分，環境自然攞滿分。滿分新人類，廢物要分類。我聽講你第一個勾嗰個名，你想寫我喎？個個都係勾其他啲參賽者，從來冇人勾你啊！我走咗份做啊！你走咗冇得睇啊！個貓頭咧同我咧仲有咧好親密嘅接觸，佢幫我拉鏈。18年前，18年前，你唔係乘機想同我傾多兩句啊嘛？當然啦。今晚8點8，一不嬲燒。今年又買咩聖誕禮物好咧？你諗到？仲大家都嚟幫手添啊！你哋帶我去邊啊？原來每星期嚟麥當勞食嘢滿15蚊加18蚊，就有一款麥當勞可口可樂珍藏套檔，喺呢度至有嘅啫。儲齊4款，咪就係聖誕號列車咯。4個咁夾，聖誕梗要一齊過啦！咪賴低滑啲嘟啊！呢啲天災橫禍有時難以避免。不過今年內地發生唔少人為嘅悲劇，當中就見到官僚做嘢偷工減料、欺上瞞下，一啲人愚昧嘅行為又殃及無辜，而幾宗離奇嘅爆炸案更加震驚全國。3月份，江西省萬載縣一間小學發生猛烈爆炸，造成42人死亡
好多村民都指責學校利用學生製造炮仗，學校存放咗大量炸藥。不過官方調查就話係有人帶炸藥入學校引爆。江西省會南昌一間貴族式幼稚園發生大火，俾一名學生瞓晏覺嘅時候蚊香燒着被鋪。起火嘅時候冇當值老師照顧學童，結果焗死咗14個細路仔。3月份，河北省石家莊市喺1個鐘頭裏邊接連有5棟住宅發生爆炸，其中1棟全棟倒冧，總共導致108人死亡。事後，當局拘捕石家莊人靳如超，佢承認因為私人恩怨而放炸彈，想炸死鄰居同埋前妻等仇人。佢最後被判死刑。本月中發生多宗連環爆炸案。疑犯林國堅因為私人恩怨，引爆湛江同江門兩市共23處地方，造成5死7傷。另外喺西安一間美式快餐店發生爆炸，又造成2死28傷。暫時未知事件係咪涉及恐怖襲擊。人大常委年底就審議刑法，建議組織恐怖活動，最高可判無期徒刑。廣西南丹礦區灌水，78個礦工被浸死。事後礦場負責人勾結地方官，封鎖消息，隱瞞上級，又阻止記者採訪。國務院派出專案組調查，先至揭發真相。多個地方官被免職查辦。曾被稱為中國第一大拱橋嘅四川宜賓南門大橋，橋面斷裂，2死2失蹤。呢條橋只係通車咗10年，初步懷疑吊橋偷工減料。今年繼續有高官貪污受法律制裁，瀋陽原市長、副市委書記穆須新被控貪污600幾萬，被判死刑，緩刑2年。而牽涉入遠華走私案嘅公安部原副部長李紀周，受賄罪同換忽職守罪成立，亦都被判死刑，緩期2年執行。而遠華案涉嫌主腦賴昌星仍然逗留喺加拿大，加拿大仲未準備將佢引渡返中國受審。而遠華集團喺廈門嘅總部紅樓就成為咗反貪污腐敗嘅教材。9月份，紅樓曾經開放俾群眾參觀。官方傳媒話，賴昌星就係利用呢度嘅設施，加上錢同埋女人收買官員。年初，法輪功支持者喺天安門自焚，當場有1死4重傷。海外法輪功學員話，真正學員唔會咁做。不過，自焚嘅細路女劉思影就話，係佢媽媽參照法輪功教義，叫佢一齊自焚。佢媽媽當場燒死，而劉思影最後都救唔返。你不知道疼啊？不知道打火機燒身上會疼嗎？不知道。你到哪兒去啊？修到多高？自己修到多高？就去了。我這個看書。書名還記得嗎？這個人。上個月，35個外國法輪功學員喺天安門示威同練功，中國指控佢哋違反邪教法，將佢哋驅逐離境。黨政領導層即將換屆，出年年底就會有決定。年初總理朱鎔基就明確表示自己去意已決。我會不會連任？我可以非常明確地回答，不可能，因為我太老了。未來領導層強調要年輕化，國家副主席胡錦濤係呼聲最高嘅接班人。佢年底到訪俄羅斯同歐洲等5國，就受到元首級嘅禮待。佢被問到會唔會接替江澤民做國家主席？現在啊，到明年召開16大還有近1年的時間啊。我覺得你們剛才提的這個具體的這個人事安排的問題，好像是不是太早了一點？國家主席江澤民會否喺任滿之後退休，仍然係未知之數。佢今年就頻頻出訪，喺北韓就受到10萬平壤市民歡迎。喺中共建黨80週年7.1講話裏邊，江澤民提出優秀資本家可以加入共產黨。外界評論佢呢個主張將會改變中國共產黨嘅面貌。年中又掀起咗全國學習江澤民思想嘅熱潮。
佢提出3個代表嘅理論，勾畫未來共產黨嘅發展目標。好多單位組織學習班，學習佢嘅思想。不過，佢嘅理論就引起黨內極左派嘅批評。黨內左派喉舌雜誌《真理的追求》同埋《中流》無限期停刊。今年52週年國慶，江澤民同其他領導人罕有咁登上天安門同群眾慶祝，係1年裏邊嘅第2次。喺台北，正當陳水扁用執垃圾同洗車嚟慶祝佢上任1週年，台灣經濟面對嚴峻嘅考驗，股市一度狂跌，經濟負增長4.2%，係26年嚟表現最差㗎。陳水扁民望雖然低落，但係今個月初立法委員選舉，民進黨獲得87席大勝。雖然未過半數，但係仍然成為立法院第1大黨。國民黨就大敗，議席大幅由110席下滑到68席。繼失去執政權之後，又再失去國會第1大黨地位，成為選戰中嘅大輸家。當選以後要成為全民的總統。至於由宋楚瑜領導嘅親民黨，第1次參選就獲得46席。由李登輝催生嘅台灣團結聯盟就獲得13席，成績比預期好。台灣團結聯盟有濃厚嘅台獨色彩，喺成立典禮上，李登輝上台支持台聯，最後佢被趕出國民黨。李前主席的言行對本黨已造成實質的傷害。同時呢，已經構成違反黨紀的要件。兩岸關係年初有過一個好開始，台灣單方面實行小三通，容許金門同馬祖3艘船直航廈門同福州，打破咗49年以嚟兩岸不通航嘅局面。而台灣行政院亦礙於商界嘅壓力，結束咗李登輝時代嘅戒急用忍政策。放寬台商到大陸投資嘅限制。不過，兩岸風平浪靜嘅日子並唔長，一觸及台灣嘅國際地位同統獨問題，紛爭再起。陳水扁5月到拉丁美洲訪問，過境美國，美國打破慣例，容許陳水扁喺美國活動同四處參觀。而佢喺外訪時候發表嘅言論，就引起大陸不滿。加油！加油！加油！中華民國就像惠國一樣，都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我們絕對不是人家的敵人，也不是人家的地方政府，更不是人家的一部分。今年嘅亞太經合會議裏邊，兩岸又有爭拗。對中共來講，有台灣記者用中共名稱，被外長唐家璇指責。我必須首先糾正你剛才的一個稱呼，這裡是堂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上海。你講的所謂中共，過去我也聽過，但早就變成了歷史上的那個名稱了。主席先生。其後，唐家璇更加以東道主身份拒絕俾中華台北代表發言。中華台北原本又想破例派前副總統李元簇出席非正式領導人會議，但係中國就堅持台灣只能夠派出負責經濟事務嘅官員出席。最後，中華台北代表團缺席會議。過去1年，兩岸各自有盛事同困擾，不過亦有啲事情係兩岸民眾一同關心㗎。其中有悲有喜。策動西安事變嘅張學良病逝夏威夷，享年101歲。兩岸對佢嘅逝世同表哀悼。1936年，蔣介石喺西安被張學良同楊虎城軟禁，促成咗國共第2次合作共同抗日，改寫咗近代中國歷史。今年嘅奧斯卡金像獎，台灣導演李安嘅《臥虎藏龍》奪得最佳外語片等4個獎項。部電影亦揚威多個電影頒獎禮。《臥虎藏龍》喺中國實地拍攝，集合咗兩岸3地中國人嘅心血。感謝有機會跟香港電影學習，謝謝大家。
線